最近这几工有甲翁冤家，拢是讲我著煮食，啊无著处理厝内物件，著足惊翁第甲我，阮翁甲我批评，尾仔就是翁著讲是我拢家己当做歹人，我著讲啊，魔王请离开安尼。毋过我想想的啊，其实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讲我甲煮食，阁有摒厝内买物件，即种查某人要做的代志，当做是我家己的代志。若讲翁甲我批评啦，我心内就有受着打击。毋过若是我家己斗相共做一寡工课啊，我就想讲，这其实是我家己斗相共。若伊甲我批评，我颠倒袂生气，就是我的心理嘛是足奇怪。就是若讲我当做是我家己的工课，我家己一个人的工课，我就足想要家己做好、做完美的、做好的，求家己做甲诚好。所以虽然讲家己嘛无足拍拼做的，煮食嘛无啥会晓煮，毋过若着伊去嫌啦，去讲安怎会当改善，我就想讲，这就代表讲我做无好，我无做甲做好的100分，就颠倒足艰苦的。毋过若讲我家己斗相共的代志，我就想讲，其实这就是做无好嘛应该啊，就伊伫公司工课上的工课，这个时阵颠倒会使互阮翁来批评是我是袂讲足受伤的。即摆就是豆豆仔知影讲，其实我心内无爽快，这叫做家己的觉察吼，这毋知要安怎翻译，就是就知影讲，我无爽快的原因是啥物，拢拄着啥物代志，我心内会无欢喜，我就是去观察我家己，伫即个状况下，伫即个状况的拄着即种状况，我来分析我家己，就袂讲，就互家己生气掠起来，较袂因为拢有去分析、去观察家己的心态安尼。最近嘛是有发现讲，若讲伫台语方面啊，就较看会开，知影讲有时阵需要时间，阁有练习的累积，无法度讲，短仔时间就真够，着互别人接纳。而且呢，真侪人啊，台语人啊，推萨母语的人，甲我拄着共款的状况，就是讲别人拢会较老一点的，时代讲台语，表示讲对方会晓讲。毋过面对咱这寡伫学推萨母语，想要使用母语的人，颠倒对方拢会甲咱用华语来讲。顶一辈的人其实嘛无即种意识，讲伊要讲母语，只是惯势。颠倒即个时阵，对方拢会甲因讲台语安尼。咱想要练台语的人，想要厝外拢讲台语的人，别人拢甲咱讲华语安尼。老一辈的人伊无即种意识，颠倒讲拢足顺足自然的。就对大家来讲，这语言是需要足自然、足惯势的物件，因袂讲特别去想，特别去讲，我著要用母语，要用啥物语，我无爱用华语。
对一般社会上的人来讲，因就是即种意识。所以咱有意识的人拄着这无意识的人，定定咱家己会生气，毋过生气别人阁无法度了解。我即摆拄着的问题就是讲，公司的同事，有的人真正会甲其他的同事讲台语毋过对我就一直讲华语。有时阵伊嘛几个人会开始就讲台语，就讲起来，毋过对我阁转华语。有时阵嘛为着这代志，就偷偷仔伫受伤。毋过呢，我有发现这就是我即摆拄着的问题。我若拄着即种问题，我就爱想讲，足侪代志其实是足短时间，毋免去想济。意思就是讲，当初时我伫 Couple House 的台语房，我嘛是想讲奇怪，有某物人较受欢迎呢？我入去迄房间颠倒讲毋知影爱讲啥，就想讲，我是一个毋是足忠心的人，甲大家无正熟。迄个时阵就想讲，家己是毋是跳歹铁？有即种不爽快的感觉，想要浸伫内底，甲大家拢做熟。毋过呢，因为我去台语房的目的，毋是交朋友，嘛毋是讲无聊要有一个伴，网络上的伴嘛毋是。我就足单纯想要学台语，讲台语。毋过颠倒迄个环境就是大家会开始讲会转华语我就讲无稳定啦。我就开始听新闻，想讲这新闻台语广播广播电台有诶讲新闻，就讲我家己会当紧嘛所以我就离开 Couple House 的台语房就去一寡专程拢用台语讲，时间较固定短1点钟，毋过这1点钟内拢会讲台语。我就想讲，迄个时阵我追求讲我一定爱使用一定爱甲大家拢做熟诶，想讲变讲互大家拢重视，莫讲我入去拢做生分诶。有因为伤生分替互大家疏忽去，就会有一种失落诶感觉。毋过这拢是足短的时间。我即摆嘛是，我即摆若伫公司想讲，要趁着讲公司有一寡人会讲台语，我希望讲对方嘛会使对我讲台语嘛，因为对方同事嘛真够讲，毋过因就是选对象，我就会食醋，我知影就是食醋的感觉。就像讲我伫台语房，想讲即两个人感觉真好，也无有一个人入来，大家拢甲伊拍招呼，我入来可能无遐热情，会食醋。毋过食醋即种物件是足短的，其实无需要讲甲家己的心情浪费讨债伫即种代志。这是我领悟的道理。因为讲，我即摆有开始会想讲，我台语可能嘛练甲足顺的哪会讲大家拢无甲我讲台语咧？其实这就是足短的一种食醋的感觉。其实我嘛无靠这就亲像讲，我当初是伫台语房食醋，讲无受欢迎，较孤僻。毋过我嘛是离开台语房，所以讲我迄个时阵有食醋无食醋，拢无意义我想讲，伫公司嘛是，虽然同事若讲台语是会当较练一寡台语，
毋过呢，这嘛毋是我主要要练台语的方式。我有可能讲，甲较好、较一个查甫的同事甲伊定定见面，就是用台语来讲话。主要认识的对象是迄个查某的同事，无就是用台语来甲网友推沙某伊的网友来讲话。做者管道的，阁有听广播电台。所以讲，同事无甲我讲台语，这只是一种食醋的感觉，而且伊嘛毋是主要我去学台语的一个一个方式，因为无稳定嘛。你就变讲你爱看同事的目色，因今仔若开有欢喜，就甲你讲台语；若无欢喜，甲你讲华语。你无法度靠伊去学台语啊！你不如讲去找家教嘛，有钱伫遐，伊当然就会时间到啊。无你着去报名上课，上台语的课。时间到，当然拢是教你台语，嘛讲台语啊。所以讲，我可能会浪费一寡心情伫遐讲，哎呀，哪会？食醋，讲某物人啊，哪会不爱甲我讲台语啊？我是毋是爱穿一领车甲我讲台语？即种 T 恤，你较会肯甲我讲台语？无就是讲，伫店内底有即寡店呢，店员就是敢若会甲你讲华语尔，伊有可能甲边仔的人还是你。后一礼拜，你后壁迄个人客讲台语，毋过奇怪，就是不爱甲你讲台语。这种代志，每一人拢会拄着，而且呢，就是毋免去想伤济，就亲像讲，今仔日有人就是讲，这喙暗无挂好，家伊批评伊愈想愈气，就转去厝摕一个。刀仔甲迄个人拄好死，甲迄个伊嘛无冤无仇，都甲伊拄好死。我想讲，伊可能甲足侪心情浪费伫即种，其实拢足短时间会拄着，迄嘛毋是主要会拄着的人。我嘛是安尼，有的人就是落花水缘，就是。缘分拄着，拄着嘛，1分钟2分钟过啊嘛，你袂拄着，这毋是你主要的对象。毋过咱着甲咱的心情浪费伫这个人的身躯顶头，着无欢喜啊，无着因为安尼的人着开始影响心情。即摆我需要的是，互家己变一个感觉调就是变。做一个快乐的人、乐观的人，即个调我爱家调整。所以讲有即种做细项的，这人甲你1分钟、2分钟斗阵安尼，伊嘛毋知你的名无熟悉的人，毋过为着无熟悉的人食醋生气，这拢是做冤枉的，就亲像迄个。喙暗无挂好的人，去甲人拄，毋过伊甲这店员可能嘛是5分钟的缘分尔。以后讲要拄着嘛，拄袂着啊！为什物爱为着这种以后嘛毋知影阁会拄着的人，家拄好死咧？这就是变讲，咱是爱想好清楚、较巧的。咱就是有主要的斗阵的人嘛，厝内的人啊、朋友啊、较好的同事啊，亲像我甲隔壁坐我隔壁的同事，虽然是用华语开讲，因为讲足珍贵的，互我知影讲，我的心情有一种智商的即种效果。会使互我思考，互我知影讲，家己有啥物，心内有啥物物件，其
其实爱拼拼，爱经历。有一寡是跳洗脑不合理，所以讲会惊吓，会不欢喜，会为会做，会紧张，其实是诚济不合理的所在，就有需要讲家己伫即个开讲的过程中间，发现，搁家己清好调，家己舞甲诚清楚，较袂讲无缘无故，就是去分一个人一件代志，紧张一个人烦恼一件代志。所以讲有诶时阵，重要诶人我着疏忽，无想讲这重要诶人我较去注重。若讲迄见面无超过几分钟，而且伊嘛毋是你主要去练习台语，还是讲你台语来源就是你要学台语诶即种资源呢，嘛毋是即种对象。其实即个时阵就心放互开，毋免去期待，嘛毋免去想讲我做希望诶，毋免甲希望寄伫即款人诶身上，因为伊甲你诶缘分就5分钟尔，逐工5分钟，有时阵阁袂拄着，就毋免为着5分钟诶人伫食醋。珍惜身躯边真正愿意甲家己讲台语，像有一寡台语推萨母语诶伴，伊就足愿意甲你讲台语，阁会甲你指导。咱倒阁会使用赖来开讲，其实拢有啊。我就颠倒就无珍惜即种机会，阁甲敢若同事尔，伊本来就毋是甲你练台语诶对象。伊爱甲别人讲诚济台语，就较不爱甲你讲，迄嘛不要紧。这就是讲环境是家己创造的。咱当然想诚好，就是讲，到处每一个人拢甲你讲台语嘛，这当然是上好的状况。若无拄着无拄啊好，就是可能拄仔伫学台语嘛，若无大家的背惯势嘛袂讲，可能较知己的，还是讲伊有伊的标准，去选讲台语对象的标准，迄嘛是伊的代志，我毋免为着即种代志伫食醋伫怨叹，甲怨叹食醋无欢喜即种代志，莫浪费伫因身躯顶头。就是安尼，所以讲足遗憾的，就是迄个有家己有事业，阁有才华的人，阁有命，都有经营一段基础的人，伊就是为着这生份人，较5分钟的缘分，伊就无法度，伊就是想起迄个情绪，无法度用理性甲伊控制掉，就甲人拄好死。变讲尾伊爱体验的代志，可能毋是伊当初是计划。伊当初是计划，就是好好伫伊的头路、伊的专长去发挥，加写几本册，推撒家己的才华，互大家去看，做老师，阁有足侪作品的，这是伊想要体验的人生。毋过就是无控制掉，以后变讲伊的人生就转变啦。而且对伊来讲嘛，毋是啥物冤仇人，所以伊嘛毋是讲足有好处，就甲迄人杀掉是对损人不利己。这就是阮嘛爱定定安尼想。对我来讲，若是讲这同事这店员这路边的人我嘛无熟悉，毋知影名的人，我就甲因放因煞，嘛放我家己煞，互因爱讲台语、爱讲华语、爱讲啥物，凊彩因，我就毋免有即种想法，毋免想遐济，因为这世界我本来就袂当讲，
虽然讲我家己的世界是家己会当控制，是家己会当创造，毋过一开始啊，就是讲，一开始我会当接纳的物件，我着好好去接纳，毋免讲我每一个人、每一项代志拢爱如我的愿。我会当去报名，我有报名，迄老师就会出现嘛。我想要听台语要安怎讲，我着去网络去听广播电台啊，一听伊这道节目，伊哪有可能讲我即马本来拢讲台语的，我今仔不爱讲，我要讲英文，着无可能啦。我应该爱去找安尼的资源，咱毋免讲望讲这见面，嘛无见几摆的同事，毋知影命的店员，真正爱分好清楚，着由在因啦，因想要安怎就安怎，着毋免为着路边的人生气。这就亲像讲网友有的网友伊就是甲你毋是共款的理念嘛，伊的理念嘛毋免讲足生气的啊，气甲不得了，共款的道理，安尼咱的人生会较快活，嘛就是分啊足清楚的。啥物是值得家己去珍惜有啥物你着互伊过，就是即种意思，着互伊过啦。这嘛无见几听嘛，以后嘛毋知佫会见偌济摆面嘛而且甲你嘛无啥物交叉。虽然是同事，嘛是有分啊，有的同事着逐工会使讲诚济话，有的同事着见面嘛毋知要讲啥，敢若会当开讲工课上的代志，所以讲着是分好清楚。安尼，这就是我即马的想法安尼。